16期重阳节，咱今日就开始咱大会。咱大会开始，咱要来唱会歌，请咱起立来唱咱中会会，毋是即个阮中会会的即个会歌，请咱安静起立。 美花样。你好，等下甲去上做啥哦？开始。 小门半笑，这是心将吉祥过过万年，永驻花树结金花，爱万中杯添团圆。 来致辞。各位贵宾、各位长辈、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咱的往年吼，咱这个重阳节庆祝大会，拢伫10月底也是11月初吼。啊，今年较早，所以有一个姊妹就敲电话讲，哦，袂紧歹势，我早甲你报名，我袂要紧。伊甲我讲啊，重阳节到底要创啥？ 我讲你来就知，我今仔日伫洛杉矶请一个成龙开讲的主讲人，啊，还有咱的田妈妈。我讲今日节目足好，你嘛无来，你会后悔终身哈。啊，因为今日节目足好，所以我伫遮就减讲2句啊，多谢。